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甘丹寺和孟哥德藏人社区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向新德里西藏之江学生发表讲话；司政展开对新德里、拜拉库比、美国及欧洲的访问行程；藏人青年齐聚兰蒂罗尔，加强西藏倡议行动。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强调，中间道路政策是解决藏中冲突的最佳方案。欧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召开会议，规划新一年的工作。每周回顾九世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青城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月21号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孟哥德的顿孤林藏人定居点，为甘丹寺北顶学院新落成的教学楼和图书馆进行了开光加持，并出席了由甘丹寺和孟哥德藏人社区共同举办的长寿法会。当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前往甘丹寺的途中，为甘丹寺北顶学院新落成的教学楼以及楼顶供奉的宗喀巴大师与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大型塑像，以及新建成的图书馆进行了开光加持。在开光仪式上，来自斯里兰卡的僧众向尊者呈现了一株菩提树的幼苗，请求尊者加持，随后将种植于两栋新建筑之间。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在甘丹寺垃圾大殿出席了由甘丹寺全体僧众和孟哥德藏人社区共同举办的长寿法会。此外，位于新德里的西藏之家主任格西多杰詹堆于上周六1月17号率领来自26个国家的237名学员，在印南哲蚌寺广芒学院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向与会学员发表讲话时表示，诸如释量论等佛教经典中所蕴含的分心工具，在当今世界依然十分有用。尊者进一步指出，看到是囊修熊个拿了呢，囊上不给蒙的现在我那吧，当时谁呢？主要是送药的，这别开始不是啥，哎，参员熊呢送不到，就是这。上路当下的看到什么休息的，加上个看到这个前面兄弟就在呢，这个告诉人，人路下滑的线路高把山就在的，修超过送小这个上了边200年的话，这个一路迷路，可走起来呢，带了跑起来。在本周，达赖喇嘛尊者还在哲蚌寺广芒学院接见了近800多名来自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僧俗行众及访客，并为哲蚌寺洛瑟林学院的54名僧人授予了具足比丘戒。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斯人于本周一1月19号自达仁萨拉启程，展开了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印南拜拉库比藏人社区以及美国及欧洲的访问行程。在此次访问行程中，司政将参加一系列重要会议，包括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论坛，并与相关地区的重要官员及支持西藏人士展开交流。根据行程安排，司政预计将于2月15号返回达仁萨拉。另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信用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举办的首届藏人青年赋权项目，于上周日1月18号在意大利兰蒂洛尔自治省的欧拉克研究中心圆满落幕。该项目旨在为未来的藏人领袖提供在基层与政治层面为西藏发声所需的关键技能与资源。来自8个国家的25名藏人青年，在为期3天的活动上，为2026年西藏运动制定了具体倡议和策略。主办方邀请了多名国际知名法律专家与支持西藏人士，
包括该项目共同组织者之一贡特克罗尼亚博士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丹增列谢、驻日内瓦代表池列曲吉等。他们通过专题演讲与讨论和与会青年学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内容涵盖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国际法律框架、多边体系回应正义诉求的能力，并且重点介绍了国际法院在联合国成员国间争端案件中的作用，以及国际法与西藏问题之间的关系等议题。在活动的特别环节中，南地罗尔省省长阿诺孔帕奇专程到访，与藏人青年进行了近1个小时的深入交流。他坦诚分享了南地罗尔在争取自治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斗争、政治博弈与制度建设的经验，并对藏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表达了明确的理解与声援。与此同时，位于美国纽约的胡兆基金会于上周四1月15号在纽约举行纪念聚会，庆祝成立20周年。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茨城嘉措作为嘉宾受邀出席，并分享了他对这些变革中有关西藏的观点。他首先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与赵紫阳对西藏实施的进步政策，随后谈及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他强调，中间道路仍然是藏人行政中央解决汉藏冲突的核心政策，但中国必须做出积极回应。他还鼓励中国朋友访问达仁萨拉，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藏人。胡兆基金会主席张爱梅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共同主持了这次纪念活动，多名中国民主领袖、学者及媒体评论员齐聚一堂，就中国在当前全球变革中前进道路分享了各自的观点。此外，欧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在联合主席的主持下，于上周三1月14号召开会议，就新一年的工作重点进行了规划，并就近期与西藏相关的重要发展交换意见。会议期间，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传达了达赖喇嘛尊者向欧洲议会致以的新年祝福，并重点介绍了尼泊尔藏人处境持续恶化的问题，强调欧洲议会持续参与与长期监督的重要性。会议还进一步讨论了加强欧洲议会层面支持西藏的具体途径，与会议员重申将以新的决心持续支持西藏。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庆祝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本周印度各地的藏人定居点开展了多项有关慈悲的实践活动。本周三，位于拉达克首府聂城的索囊林藏人定居点90华诞组委会在当地社区的支持下，与列城开展了动物饲料捐赠活动。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亚邦首府西隆，当地藏人社区以区域90华诞组委会的名义，为有需要的家庭开展了免费冬衣发放活动。委员会选定了位于东卡西丘陵偏远地区约有500户家庭的毛林加德村，为当地居民发放了冬衣、文具和糖果。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当地藏人定居点办公室在清洁达仁萨拉项目的框架下，为西藏儿童村学校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兼具教育意义与环保主题的参观活动。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